後面咧就係吹吉他啦，係咪啊？夏威夷前面就係吉他嚇，兩邊都可以用埋一齊嘅喎。有冇見到自己啊？你啲同個別同應該喺度嘅喎。我望到一啲熟悉嘅面孔啦 ，OK。好，咁嗱，我係前2年咧，我已經喺呢度教手中隊噶啦。咁嗱，就如果有玩開手中班嘅同學都應該認識我嘅。咁另外嗱，我都有喺暑期嘅時候教過一個暑期班。如果暑期班有玩過手中手鈴，我應該見過噶啦。咁嗱，有見過嘅同學自然知道咩係手中手鈴啦。但係嗱，其他
他同學又知道咩係手中手靈咧？咁但係有聽過手中手靈邊嘅同學幫佢舉手舉睇先。哦，啲大部分來應該有啲同學未聽過嘅，唔緊要，今日就會有機會聽到啦。咁啊，首先要同大家介紹下乜嘢係手中，乜嘢係手靈先。兩款雖然非常之相似，但係完全兩種樂器嚟嘅。咁啊，介紹咗手靈先，呢個係我手上叫手靈，英文嘅 handbell。咁但係邊度嚟嘅咧？首先啊，問下有冇人知道咩係大笨鐘？正晒，我有隻手仔叫非常之優。咁嗱喺倫敦，我哋有個好大嘅鐘樓，有大笨鐘啦。咁嗱，大笨鐘入邊啲咩咧？自然就有個好大嘅鐘喺度啦。咁啊咩鐘啊？就係呢一種類型嘅鐘啦。嗰個 bell shape 咁嗱，如果要響嘅時候，就會向前向後，向前向後搖就會響到啦。咁但係啦，咁又關手靈咩事咧？因為手靈就正正係將呢一個鐘變成一個手可以揸到嘅 size，然之後你只要向前打響佢，就會出到聲音啦，呢一個就係手靈嘅聲音，非常之清脆啦。OK， 咁嗱，但係調翻轉手鐘又係啲咩嚟咧？呢一個一支好金屬嘅物體，呢個就叫手鐘啦。手鐘同手靈係兄弟嚟嘅，不過手鐘嘅聲音就非常之唔同啦，聽聽到喎。非常之柔和啦 ，OK， 咁啦，兩款雖然係好相似嘅樂器，一樣都係攞起手打響嘅啫，不過聲音上就完全唔同啦。咁而家咁就會由我同埋黃老師一齊去演奏兩種唔同嘅樂器嘅同一首歌，俾大家感受下兩種樂器有啲咩分別咯。咁首先會由我嚟表演呢一個嘅小星星咯 ，OK， 好，留心聽一聽咯。OK， 咁呢個就係手鐘版本嘅小星星，咁而家由黃老師示範下手靈版本嘅小星星咯。OK， 好，掌聲先。兩種唔同嘅聲音，不過啦，你見到我哋啱啱識講演奏嘅啫，但係正常，如果大家真係嚟玩嘅時候咧，就會係一大班同學我哋一齊嚟攞呢個台面上唔同嘅樂器一齊去玩㗎啦。咁而家就俾大家體驗下啦。不過體驗之前有一個小遊戲同大家玩一玩先。喺小遊戲入邊，如果合作嘅表現得好嘅，等陣就會邀請你哋出嚟，我哋一齊去玩我哋嘅手鐘同埋手靈啦。小遊戲係咁樣嘅，首先我需要大家隻手仔，一隻唔夠嘅，我需要兩隻。伸隻出嚟做啲咩咧？幫我拍，我老師會數4下，幫我拍4下手，未開始啊，未開始，聽到我話開始就開始啊！準備到喎，我會數4下嚟咯喎，1、2，開始，1、2、3、4，哇，非常之好，大家係咪全部學樂器㗎？好齊喎，拍得，嚟多次，聽多次先，準備1、2，開始。1、2、3、4，非常之好。好，再難多少少咯喎！今次我想拍8下 ，total 8下咯喎，睇大家得唔得咯喎？準備1、2，開始。1、2、3、4、5、6、7、8，非常之好。OK， 再難多少少咯喎！而家你要做兩組嘅同學，一組係藍色凳仔嘅同學，一組係綠色凳仔嘅。咁咧，藍色凳仔做啲咩咧？我想大家幫我拍頭4下，1、2、3、4，頭4下。咁嗱，綠色凳仔嘅同學做啲咩咧？幫我拍尾嗰4下，5、6、7、8，所以會聽到1、2、3、4、5、6、7、8，兩邊分開嘅喎。OK， 準備嚟咯喎，手仔 ready， 1、2，開始。1、2、3、4、5、6、7、8，非常之好。OK， 再難多少少咯喎，而家我要聽1、2、3、4、5、6、7、8，兩邊各兩下嚟咯喎，準備藍色開始，準備開始。1、2、3、4、5、6、7、8 ，OK， 非常之好。就算你如果大家打手工手靈都話俾大家知，大家非常之有全力打，覺得非常之齊。OK， 俾掌聲你哋先。好，而家呢個時候就正式邀請大家出嚟玩咯喎。OK， 有玩過手工手靈嘅同學，我建議你留翻個機會俾其他同學。OK， 好，咁啊麻煩老師幫我邀請首先6位同學出嚟先，我想邀請到6位出嚟先。OK。盡量我哋呢一個時間試2次嘅，我哋呢堂都幾好，你受
音，做啲乜嘢？當你攞到粒音嘅時候，放喺心口前面；當我指到你嘅時候，眼睛望住我先。例如我知道你嘅時候，就幫我打兩下；我知道你嘅時候，就幫我打兩下，明唔明白 ？OK， 好，試下咯。OK， 好，好，攞住咯喎，手仔攞實佢，記住攞住佢咁高個位置。好，手仔伸出嚟，幫我攞實佢。OK， 好，包實佢，包實佢，成隻手，你包。OK， 好。好，咁啦，大家攞實佢嘅時候，幫我放喺心口前面先，掂住心口嘅。OK， 咁啦，眼睛望實我咯喎。集中精神，當我指到你嘅時候，就幫我打咗佢咯喎，明唔明白 ？OK， 眼睛望實先，眼睛，我唔係左邊同埋右邊，係啦，見到非常之有理嘅咯喎，咁你1、2、學 C G A G， 跟住 F E D C，OK，good， 非常之好，俾掌聲俾我，係啦，如果你係咧右手揸翻咧，就用翻右手揸個 bell， 係啦，咁呢個力咧好用啲，係啦。好，咁啊，大家見到好簡單啊，我只要攞起，所有同學一齊心協力，我哋就可以打到首歌啦。聽完之後，咁我哋而家有3個同學可以準備繼續啦。啱啱你哋大家聽咗手零啦，而家就俾機會大家試下玩手中嘅喎 ，OK？ 咁啊，呢個係3位啦，我哋邀請多3位同學就過啦。咁就如果好多有興趣嘅都可以一個估就得啦，你唔可以去晒嘅。頭先我哋仲呢啲班未出過嘅，頭先未出過班可以出，出係啦，頭先有啲班未嘅，係咯，我哋8班咁多啦，係咯，夠啦，6個，唔緊要做，唔使猜啦，陣間下轉有時間的話，好睇住先。好，咁啦，啱啱俾大家。你哋參加手足明班咪得咯，做乜爭啫？啱啱俾大家聽咗手零啦，而家就記下手中係點樣玩咯喎。OK， 好，我哋而家考考你先。冇嘢留心我哋一齊。嗱，可以 bell 同埋中音條咧，二合為一個喎。拍過嚟先，咁啊一樣嘅做法，睇下先。而家 C 音有2個同學嘅 ，OK， C 音，咁我即係指你嘅成兩個一齊打嘅咯 ，OK。跟住 D 音、E 音、F 音、G 音、A 音 ，OK。好，眼睛望實我，然之後知道你嘅時候，關鍵下你咪打你3轉啦。明唔明白 ？OK， 好，眼睛望實喎，準備1、2、學 C G A G， 跟住 F E D C，OK，good， 非常之好，可以打第2個啦。因為頭先第一次咧同學用錯咗手，我明知道佢右腰會用左手揸 bell， 於是就用唔到力咯，控制唔到咯。好，咁啊啱啱你咧睇咗手中同手零啦，咁但係手中手零最特別就係啲咩咧？好似個鋼琴咁樣有好多音唔得㗎啦，每個人就係負責2粒嘅啫 ，OK。咁但係所以需要所有同學一齊心協力先可以打到嘅。如果有興趣嘅同學 ，OK， 歡迎大家邀請你嘅朋友，我哋一齊嚟參加我哋嘅手中手零班，咁你就可以同你嘅朋友一齊去打你嘅樂器啦。咁啊，我哋最後一樣嘢啦，就係有個小小嘅表演環節送俾大家，不過就唔係我哋兩個表演，咁我哋邀請咗我嘅師傅高 Sir 過嚟同大家表演。OK， 咁啦，高 Sir 喺邊度咧？望住咯喎，我哋喺大螢幕上面。OK， 好，咁啊，我哋帶嚟嘅歌就係 Chihuahua 嘅。係咪高 Sir？呢個係咪高 Sir？唔係，高 Sir 送俾大家嘅。請大家睇心欣賞。出備。係啦，戴眼鏡嗰位就係高 Sir 啊，李 Sir 嘅師傅。左邊呢位咧，同我一路認得佢嘅係舊年我哋嘅手零班嘅導師。你點樣玩音樂嘅時候樣係點㗎？好開心㗎！鼓班同學，你哋都要打鼓嘅時候都要咁開心㗎。
請你緊記呢個人。